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Don，今日係財政預算案特別篇第3條，今日講祖父條款。咁呢條片咧，照舊係集中俾諗住喺墨爾本買地起屋或者做投資嘅觀眾嘅。新政策對你有咩影響？你如果睇過前2條咧，你應該知道CGT 同負扣稅有幾大影響啦。咁但係對於而家已經持有物業，咁點算呢？新制會唔會影響你呢？呢條片就會解答呢個問題。影片內容唔係理財建議，亦都唔係投資建議，詳情諮詢你嘅註冊會計師或者稅務代理。咁祖父條款係咩呢？ Grandfather Clause 即係話你喺新政策實施之前已經持有嘅物業咧，佢唔會影響你繼續跟翻舊制。咁政府今次嘅祖父條款咧有2個部分，就係 CGT 同負扣稅各有唔同嘅。咁第一個情景咧就係 Budget Night 之前你已經有物業，但係諗住喺27年7月前後賣，有咩分別呢？ CGT 方面，27年7月1號之前賣嘅話咧，之前嘅增值稅仍然跟舊制冇變，但如果27年7月1號之後賣增值咧，就會按新制咁計。通脹調整完要俾最少30% 嘅稅，咁即係話當你持有越耐，增值部分就會越多落喺新制嘅範圍裡面。但27年之前嘅咧就受保護唔影響，而負扣稅咧完全冇變，因為係舊有物業受舊制嘅保護 Grandfather Clause。第二個情況就係你喺5月13號之後你先至買二手樓，咁因為係 Budget Night 之後咧你就唔受任何 Grandfather Clause 嚟去保護啦。CGT 方面，你所有增值咧都會按新制計，通脹調整完要俾最少30% 嘅稅，冇得揀。負扣稅咧虧損亦都唔可以即時抵消人工收入，只可以對沖物業收入或者等到買樓先至可以用。咁 Budget Night 之後買二手樓咧，其實2個優惠都冇咗嘅，所以入場嘅成本同埋持有成本咧都大幅增加。第3個情況就係 Budget Night 之後你買個新物業或者係空地起屋，咁雖然唔係舊物業啦，但係政府咧特別保留咗呢個優惠。CGT 方面你可以自由選擇舊制 50% 或者係新制通脹調整完最少30% 嘅稅，揀對自己最適合嘅方案。負扣稅方面咧亦都冇變，你完全唔受限制，照樣可以抵消你嘅人工收入。咁簡單嚟講 Budget Night 之前如果你有物業7月1號之前買咧就冇影響，7月1號之後買咧就跟新制，負扣稅咧就唔影響。第2個情況 Budget Night 之後你買二手樓咧2樣都冇，入場就要3C啦。第3個情況 Budget Night 之後買新樓咧，咁就2樣全部一樣，咁啊按翻舊制嘅保護嘅。祖父條款保護嘅咧，其實係你已經持有嘅嘢，所以你而家如果仲未入市咧，政府用稅制話你知，佢希望你買新樓。咁3條片講完啦 ，CGT、負扣稅同埋祖父條款呢3樣嘢加埋咧，就係今次預算案對房地產投資者最大嘅影響。如果你有咩問題咧，歡迎留言或者 DM 我，記得 follow我，我哋聽日見。